藏在心中的团鱼仔，作者李文焕。团鱼仔华语称谓鳖、甲鱼、泥龟，好几种叫法。其实它是长得和乌龟很像的动物。也曾听我爸爸说团鱼仔就是软壳龟。它们大多住在河流、池塘、镇沟那些淡水里面。不过现在在自然的环境看见团鱼仔的影迹，真的就没那么容易了。第一次看到团鱼仔，是我5岁那时，我的家搬到曾祖母娘家黄屋伙房，租了右手边厢房居住。有一日早上，阿爸和伙房里的那些叔公去河坝拉渔网，下午2、3点的时候，一群人大声呼喊着走入晒谷场。阿爸和叔公把渔网向两边展开，就看着网里有很多一直挣扎的鱼儿，大人小孩都围过来帮忙把鱼儿解下来。我也跟在妈妈的背后看得嘴开开的，突然见妈妈讲：“阿文，你看那儿有一只团鱼仔。”我不知妈妈讲的是什么，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，看见一只黑黑扁扁像巴掌那么大的怪鱼儿。咦，那个团鱼仔怎么长得那么有趣？嘴巴凸一截，前方2个洞，实在有够像小猪鼻子。我忍不住伸手去捉团鱼仔，却没听见阿爸：“别动它，团鱼仔会咬人。”啊，好痛呀！来不及了，结果我的食指被团鱼仔咬住了，那锋利的牙齿咬到紧紧不放。人说十指连心，真的是如此。我痛到直跳脚，放声大哭。妈妈冲过来，捏着我嫩嫩的喊：“死无命了！心肝，怎么飙那么多血？老公快快来救你儿子！”阿爸还没反应过来，旁边的小叔公叫：“别怕，不要硬拔他，快快把手沉入水里面。”我爸赶紧捉着我的手塞入水箱，咬着手指的团鱼仔真的立马口游入水箱底了。那懂揪心的痛楚，至今想到我还是害怕。小学1年级那时，我家搬到新家住，屋背后是小学同学阿传家，他的家又大又宽敞，四周围绕一圈矮房子，前面连着4间是客厅、房间、厨房和浴室，其他20间全部是猪寮，像操场那么宽的天井有6个大鱼塘。阿传很常约我去串门子，看小猪吸奶，看猪吃馊水，看猪割配种。然而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鱼塘里的团鱼仔。阿传家里养的团鱼仔，每只都像盘子那么大，他爸天会去市场宰很多鸡鸭的肠子、鱼儿的内脏回来，搅烂喂团鱼仔。有时还会看见鱼塘浮浮沉沉好大一条死猪，团鱼仔会先从猪的肚子咬来吃，吃饱了还会爬上猪的上面晒太阳。这些难忘的画面，至今我仍记忆犹新。河里的水钱估了，鱼塘的墙也倒了，不过那只黑黑扁扁、猪鼻子的团鱼仔还在我深深的心里探出头。它提醒着我，人生每一个当下都有值得珍惜的事物。虽然环境会变化，亲友会离散，但是我相信用心记着、爱着，那些片刻就会永生在我心里，变成一辈子不会消失的风景。